第一題，以下哪項在香港與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擴散資金籌集及金融制裁嘅主要法例呢？咁呢度應該大家都記熟晒㗎啦，基本嘢。咁唯一呢一條就係第四個選項啦，貨幣兌換商條例係唔啱嘅，因為而家考緊呢個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法例啊嘛，咁呢個貨幣兌換就梗係唔啱啦。第二條，以下哪項為交易上嘅可疑交易指標？一、不尋常嘅交易數量；二、交易來自第三者嘅本票；三、就某財產不尋常高或低嘅交易。咁左手邊呢張圖都頭三個選項都有喺入面啦。咁第四個選項第四個，顧客沒有從事任何職業。咁嗰個顧客做咩職業咧？就即係佢冇翻工咧，係唔代表佢有可疑嘅。咁除非即係佢每個月譬如做匯款，每個月都匯幾千蚊，咁樣就係冇可疑咯。但係如果佢譬如突然之間有一個月匯100萬咁樣嘅，咁呢一個行為先至叫做有可疑咯。咁佢冇任何職業咧，就唔代表咧佢係有可疑嘅。跟住第三條，以下哪項為聯合財富情報組嘅職責？一、清洗黑錢嘅調查；二、國際合作及培訓；三、處理可疑交易報告；四、接收、分析及發布可疑交易報告。咁左邊嗰幅圖啦，中間嗰度都寫咗啦，聯合財富情報組係處理可疑交易報告、情報發放及交流、國際合作、外展及培訓。咁呢條題目第一個選項清洗黑錢嘅調查咧，就係咧係警察啊、海關同埋廉政公署去做嘅，咁就唔係財富情報組去做啦。財富情報組咧都係即係佢都係主要都係接收嗰啲有可疑交易報告嘅事。第四條，以下哪些為更嚴格的盡職審查措施的例子？一、就客戶的財富來源及資金來源索取額外資料。即係呢一條意思咧，要問，即係譬如我哋平時做匯款咁樣，就係問個客，你嘅資金來源點，嗰筆錢點樣拎嚟㗎咁樣啦。第二條，就而進行或已進行交易的理由索取額外資料。即係呢個係點解你做即係呢筆匯款嗰個資金用途，你做咩事要俾錢佢啊咁樣啦。第三，就業務關係而具有的性質索取額外資料。即係呢一個係問佢個職業啊，嗰間公司係做啲咩㗎咁樣啦。第四，就客戶索取額外資料，以及更頻密地定期更新客戶及實益擁有人身份證明數據。呢個真係即係要做黑名單啊嗰啲嘢咯，就問佢係咯職業啊嗰啲嘢嘅。咁呢度呢一 part 都係4.9.6嗰度都有寫㗎啦，你哋可以睇翻。第五條，以下哪項有關政治人物的描述屬正確？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或曾擔任重要公職；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任何類別的中級或更低級官員；三、子女的配偶或伴侶；四、配偶、伴侶、子女或父母。咁呢度咧就係第二個選項唔啱嘅。咁裏面615章附表2第一部第一條都有寫住噶啦，政治人物嗰啲啦，即係我揀住嗰啲啊。咁佢裏面都有寫唔包括任何類別嘅中級或更低級官員啊。咁所以呢一度係寫住政治人物的描述屬正確啊嘛。咁第二條就係唔啱咯，因為佢係唔包括。第六條，以下哪類人士為打擊洗錢條例指嘅非金融人士，指定非金融人士？一、會計專業人士；二、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三、證監會；四、地產代理。咁喺615章裏面附表1第2部第1條都有寫住啊，指定非金融業人士就係會計專業人士啦。B 地產代理；C 法律專業人士；D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咁呢條題目第三條證監會，咁證監會佢係負責呢一個管股啊、證券啊、期貨啊嗰啲咁嘅管理金融管理機構嚟㗎嘛，佢本身都已經都屬於金融㗎啦，所以呢一度係問指定非金融業人士，咁呢一個證監會就梗係唔啱啦。第7條，在什麼更變情況下，申請人需事先得關長嘅批准？一、就加入最終擁有人或者董事；二、就加入
合夥人。3就停止營業金錢服務。4就申請加入新嘅金錢服務經營所。咁加入最終擁有人或者董事，好似加你哋入董事咁，你哋都係要需要呢個關長批准咗先至加到啊嘛，所以呢個就梗係要啦。2加入合夥人，咁連加入董事啊嗰啲啊都要佢批准先得啊，所以加入合夥人就更加需要佢批准先可以加啦。跟住到4加入新嘅金錢服務經營所。咁而家真係開一間新嘅鋪頭啊，咁你梗係要佢批准俾個牌你，直頭係有牌照你先可以開鋪噶嘛。咁所以一定都係要佢批准你先可以開鋪咯。咁翻去第3個選項啦，就停止經營金錢服務。咁呢一條咧係寫住關長嘅批准啊嘛。咁到停止呢個金錢服務嗰陣時候咧，就睇翻呢度啦。持牌人係需要向關長據報停止金錢服務。咁我哋如果停牌咧，就係同佢據報就得㗎啦，就唔使佢批准先至停業嘅。跟住到第8條，根據打擊洗錢條例，金錢服務經營者可藉中介人執行客戶盡職審查。下列哪一項關於中介人嘅描述屬正確？1金錢服務業經營者必須要得到中介人嘅書面確認，表示同意擔任金錢服務經營者嘅中介人，咁肯定㗎啦。一定要佢同意你先至會幫你做㗎嘛。2金錢服務經營者必須信納中介人相應嘅要求，要冇延誤咁樣去執行呢個盡職審查措施啦。過程取得任何嘅文件啦、數據啊、資料嗰啲啦，咁梗係要即刻要有啦。3呢啲文件記錄係由中介人備存啦。金錢服務經營者需向中介人取得承諾，喺金錢服務經營者有關嘅客戶業務關係以及有關業務關係終止嘅日期至少3年內。跟住4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該不時進行抽樣測試，以確保中介人會盡快咁樣提供呢啲資料啦。咁講咗4先，呢個不時咩咧？咁佢喺615章第2條、第2部、第4分部、第18條都有寫嘅，即係金錢服務經營者咧係就未有執行客戶盡職審查，要有呢個法律責任嘅。所以咧第4呢個咧，我哋就都係要確保佢係可以盡快俾到嗰啲資料我哋啦，同埋都真係要自己去做去抽查、去試下咁樣嗰啲咯。因為我哋咧係有呢個法律責任啊，但係其實中介人咧係未必有呢個法律責任去幫我哋啊，所以我哋即係呢啲嘢都要自己搞翻咯。跟住去翻第3個選項，佢呢度咧錯係咧就係錯喺呢個3年內啊。咁呢度都有寫到啦，交易完成嘅日期係要5年內備存啊，就唔係3年啊。呢個一定要記住啊，一定係記住5年。即係你就算真係去考嘅時候，佢講7年、10年都好，都係錯嘅。你就一定要記住係5年就得㗎啦。咁呢個3年就係錯嘅。就算中介人幫我哋去儲存，都係要跟翻呢個5年。第9條，如申請人嘅業務需要使用本地或外地嘅銀行帳戶，以下哪項有關銀行帳戶嘅描述屬正確？1就任何用以經營業務嘅銀行戶口提供資料，例如帳戶號碼、銀行戶口嘅擁有人，不得使用第三方銀行戶口。2如申請人認為無需為經營業務開設銀行戶口，申請人便須詳述如何在沒有銀行戶口的情況下提供金錢服務。3如有使用銀行帳戶經營金錢服務業，該銀行帳戶必須屬持牌人公司、持牌人的獨資經營者、合夥人、董事、最終擁有人及合規主任名下。4如已向關長據報用以經營金錢服務嘅銀行帳戶有改變，持牌人需填寫表格錄向關長據報。咁呢度第1同埋第3條咧都係一齊講嘅。咁第一個不得使用第三方戶口啦，咁樣都有寫嘅。如使用銀行帳戶經營金錢服務業，該銀行帳戶必須屬持牌人公司、持牌人的獨資經營者、合夥人、董事或最終擁有人名下。咁呢一班人啦，公司啦、持牌人嘅獨資經營者、合夥啦、董事同埋最終擁有人咧，佢咧其實呢班人都可以直接代表間公司噶啦，即係佢唔屬於第三方嘅人。所以咧呢度寫不得使用第三方咧就係正確咯。跟住第3咧，佢寫住合規主任名下呢個咧就唔啱啦，因為合規主任其實都係屬於高級職員嚟噶咋，即係佢出到去唔可以代表公司嘅，所以咧佢係屬於第三方嘅人啦。所以呢度就唔啱咯，係交叉咯。同埋喺呢個啦，嗰個牌照指引嗰個都有寫到嘅。跟住第2條啦，無需點樣咧？呢度就有寫到啦。如申請人
不使用銀行帳戶經營金錢服務，申請人便須就如何在此情況下經營金錢服務業提供相關細節。所以呢一句就啱啦。第四就係呢邊都有寫啦。填寫表格6就係 K 呢度，用以經營金錢服務嘅銀行帳戶嘅改變，都係要講翻嘅。第10條，根據打擊洗錢條例附表1第1部第1條，界定洗錢一詞嘅涵義，開始以下嘅行為啦。呢個應該大家都超熟啦，又係基本嘢都係。跟住第11條，根據打擊洗錢附表1第1部呢個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一詞嘅涵義啊，應該都係熟晒噶啦，都係一定要記熟嘅嘢嘅。跟住到第12條，凡持牌人經營8000蚊以上嘅款額，呢個更加識噶啦。咁都係係咯，都係身份證啊、住址啊、收款人姓名啊、地址啊嗰啲啦、時間日期啊呢啲。第13條，根據打擊洗錢條例啦，呢一啲機構係定義為金融機構：1認可機構；2持牌法團；3郵政處處長；4持牌金錢服務經營者啦。咁1認可機構即係等於銀行嗰啲啦，咁呢啲就梗係金融啦。2持牌法團就係嗰啲證券行啊，嗰啲就係持牌法團，咁都係啦。3郵政處處長，因為郵政咧係可以作為匯款嘅，所以咧佢都係屬於金融噶啦。4持牌持牌金錢服務經營者，即係我哋啦，咁我哋都係做緊錢嘅嘢，咁梗係金融機構啦，都屬於。咁你自己都記一記佢咯，左手邊嗰度。第14條，如該記錄包含數據或資料以下備存記錄符合打擊洗錢及恐怖及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指引的要求及規定：一在有關交易完成嘅日期起計7年期間備存，不論有關嘅業務關係是否在該期間內終止亦然。2以電腦數據備存。3以微縮影片備存。4完整嘅交易帳目及記錄須備存於已向海關申報嘅本地儲存帳目位置。咁第一呢個係錯啦，因為又係同前面嗰幾條咧一樣啦，寫7年，但係實際係5年，即係保存嗰啲客人資料嗰啲啊，係要保存佢5年。跟住係咯，呢1、2、3都係啦，即係意思都係要用電腦嚟到保存客人嘅資料啦。咁呢一度咧，我記得上次考試咧，佢係有考過呢個電腦呢個嘅，但係咧佢係寫住咧，嗰啲客人資料咧擺喺櫃桶嗰度。咁呢個係定唔啱噶，所有嘅資料咧一定要擺入電腦，唔係擺落櫃桶，擺落櫃桶係錯嘅。跟住呢個交易資料係咯，呢個都係要同佢講噶，要同海關講翻嘅，咁就啱嘅。第15條，以下哪項為不適合登記用以經營金錢服務？1特定處所位於工業用途嘅工業大廈內，咁就梗唔得啦，因為即係工廠大廈啦，工廠梗係唔可以用嚟做金錢服務啦。2特定處所位於混合式商住處所內。咁呢一條題目咧係問不適合登記用以金錢服務嘅，咁混合式嘅處所咧係可以同翻嗰個業主拎翻個同意書，即係同意批俾做呢個金錢服務，同埋係俾關長嘅人海關嘅人員入嚟嘅，咁就可以去做呢個金錢服務噶啦。3特定處所內有其他業務共用該處所，而又由另一方佔用或者擁有嘅地方，實際上是特定處所嘅入口，呢個都係梗係唔得噶啦。個意思即係話有一間鋪頭，即係嗰間找換店喺嗰間鋪頭嘅入面一間房仔，而你入去呢間找換店要穿過呢一間鋪頭，要俾嗰間鋪頭嘅人同意，你先至可以入到嗰間找換店。所以咧呢個海關絕對唔會批俾佢嘅。4申請批給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或將牌照續期或據報詳情改變時，遞交商業登記證，但特定處所招牌所展示嘅業務名稱同呢張商業登記證上面嘅業務名稱並唔相同，呢個更加唔得啦！呢個直頭係犯法啊！即係你係講同佢哋報嘅時候係報呢一個地址，點知去到嘅時候係唔同嘅。咁你都可以睇翻牌照指引4.6嗰度都有寫噶啦。第16條，以下哪項有關符合資格應考能力評核嘅人士屬正確？咁呢個你哋都熟啦，而家都考緊啦。呢度錯嘅咧就第1條，管理層為最終擁有人。因為最終擁有人咧係有機會咧係即係俾錢出嚟開呢間鋪嘅嗰個人，佢未必咧會喺度做嘢嘅，所以咧佢就唔合資格去考試咯。咁其他都係啦，董事啊，考試唔可以多過3個人啊，
同埋一定要同一時段去考啊。咁呢個第17條，以下哪項有關金錢服務經營者續期嘅描述屬正確？一、須在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屆滿前30日之前將牌照續期。香港海關喺牌照滿90日之前就會同每個持牌人發出呢個通知，俾埋嗰啲邀請俾埋嗰個合資格人士考試啦。3、持牌人必須郵寄或者親自遞交嗰啲表格啦。4、收到續期表格同埋適當人選表格之後，關長會確認收到續期表格，就會催交文件嗰啲啦。咁呢度錯咧就第1條嘅。咁金錢服務經營者咧牌照滿之前嘅45日啊，牌照滿之前45日咧就要續期噶啦，30日咧係唔得嘅。你哋都可以睇翻呢度牌照續期嗰度啦。第18條，以下哪項屬本地管理處方式經營金錢服務嘅規定？一、可以俾海關人員親身前往同埋電話聯絡。二、租約定明用途係商業用途，並已持有業主發出准許使用處所經營金錢服務嘅准許信。3、實體辦事處內嘅人員必須係持牌人嘅獨資經營者、合夥人、董事、最終擁有人、合規主任或前線或者後勤人員。4、客戶不可前往進行交易。咁呢個咧，即係呢一個本地管理處本地管理辦事處咧，係即係個意思，即係寫字樓啊，即係金錢服務業嘅寫字樓啊，就唔係我哋咁樣一個地鋪嚟嘅。咁第一個就梗係一定要俾佢哋入嚟啦，同埋電話聯絡啦。二、呢個就都係一樣嘅啫，同前個兩題咧有一個講緊話要嗰個同意信咧一樣啦。呢個都係要有嗰個業主嗰個批准信都係啱嘅。咁第三呢個咧就持牌呢個就唔得啦，就唔可以俾後勤人員入去啦。呢度都有寫噶啦，第4.7牌照指引4.7嗰度。4、客戶唔可以去交易嘅，因為佢寫字樓嚟噶嘛，所以就唔可以去嗰度做交易咯。第19條，下列哪項為屬認證身份核實文件嘅合適人選？一、香港海關人員。2、會計師。3、公證人。4、國家大使館。咁呢度咧就全部都啱啦，都係呢個指引嘅附錄 A 示例8度有寫啦。第20條，以下哪項係機構層面進行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嘅適當評估？一、紀律風險評估程序包括識別同埋評估有關風險嘅程序，並附以相關內部與外部來源取得嘅定質與定量分析及資料。二、再釐定風險水平及採用何種程度和類別合適的減低風險措施前，事先考慮所有相關風險因素。3、由高級管理層批風險評估結果。4、設有適當機制，應關準要求提供風險評估結果。咁呢條係指引2.3都有講噶啦，全部都啱呢度。第21條，為使合規主任及審錢報告主任能有效咁履行佢哋嘅職責，高級管理層應該係切實範圍確保合規主任同埋審錢報告主任：一、擁有合適資格及具備充足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知識；二、獨立於所有營運及業務職能；三、通常長駐香港；四、完全熟悉金錢服務嘅人力資源管理。咁頭3個都啱嘅，可以喺指引3.8嗰度睇翻啦。咁第4嗰度咧就係話人力資源管理就梗係錯啦。呢度都寫明係打擊洗錢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條例啊，喺度講人力資源管理就一定係錯噶啦。第22條，以下哪類型嘅客戶屬高風險？一、客戶有參與向香港公眾發售嘅集體投資計劃；二、客戶屬政治人物；三、客戶嘅實益擁有人屬外地嘅政治人物；四、客戶嘅代名人股份有代名人股東或持票人股份。咁呢度就正確答案係2、3、4啦。喺指引4.9.5度都有寫噶啦。第一條就係第一條嗰個有參與向香港公眾發售嘅集體投資計劃係錯啦，因為呢一條題目係問高風險啊嘛。咁呢個集體投資計劃咧係嘅意思咧係嗰啲強積金啊，同埋嗰啲基金啊，即係由證監會認可嘅基金啊，就係屬於呢個投資計劃咯。所以呢一啲都屬於係安全啊低風險嘅，所以就唔屬於係高風險咯。
第23條，金錢服務經營者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評估時，應顧及一系列嘅因素，包括一、國家風險因素；二、客戶風險因素；三、產品服務交易及或交付渠道嘅風險因素；四、機構風險因素。咁呢度喺指引2.4嗰度都冇寫過機構風險因素，咁就梗係錯啦。咁呢度都要溫一溫嘅。第24條，金錢服務經營者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以識別、評估和了解其本身與客方有關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當中包括以下那因素。咁呢度一期客戶、二期客戶所屬嘅所在嘅國家或者司法管轄區；三、金錢服務經營者所在嘅國家或者司法管轄區；四、金錢服務經營者嘅產品啊、服務啊、交易啊同埋交付渠道。咁呢個指引2.2都有講到㗎啦，我哋可以睇翻。第25條，合規主任嘅主要職責係作為金錢服務經營者嘅一個重心點。以下哪項為合規主任嘅職責？一、制定及或持續複核金錢服務經營者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二、全方位監督金錢服務經營者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制度；三、與高級管理層就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主要問題進行溝通；四、複核內部披露及例外情況報告，並根據一切知識嘅資料，決定是否有需要向財富情報組作出報告。咁一二三都係啱嘅，第四個唔啱咧，因為呢一個向財富情報組作出報告咧，係呢個洗錢報告主任去做嘅。如果見到報告呢兩個字啦，就擺明唔係佢去做啦。佢咧就係合規主任咧，都主要淨係同翻自己公司嘅人做溝通嘅啫。佢都好少要同直頭冇啊，唔需要同嗰個財富情報組溝通嘅。佢係同財富情報組溝通嗰個咧，係洗錢報告主任啊。到26條，以下哪一類客戶會存在較高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使更嚴格嘅盡職審查？一、客戶屬政治人物；二、客戶嘅父母屬政治人物；三、擁有權同埋複雜機構結構複雜嘅公司嘅實益擁有人；四、客戶從事現金密集嘅業務。咁呢度4.9.5都有講到噶啦。第27條，金錢服務經營者嘅篩查數據庫應包含以下哪項？一、恐怖分子名單；二、制裁名單；三、關長不時告知金錢服務經營者嘅名單；四、警務處公佈嘅編輯人士名單。咁呢個一二三都啱嘅，第四個唔啱，因為編輯人士佢未必係呢個關呢個金錢服務，即係佢未必係洗黑錢噶嘛，編輯佢，但係佢未必係洗黑錢噶嘛，所以咧就唔包括呢一個咯。咁其他都可以喺指引6.12至6.19嗰度睇翻。第28條，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設立獨立嘅審核職能啦，此職能定期應定期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作出複核，以確保成效。複核範圍包括但不限於：一、金錢服務經營者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框架及風險維護方法嘅應用情況是否合適；二、職員對負責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意識水平；三、金錢服務經營者嘅盈利能力；四、報告可疑交易嘅制度是否有效。咁就啱嘅係1、2、4啦。第三條，盈利能力而家係講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啊嘛，籌集條例啊嘛，咁梗係唔啱啦。講緊盈利能力啊，仲29條。如出現下述哪項情況，金錢服務經營者便不應執行或繼續執行簡化程序措施：一、客戶風險因素有變，唔再認為佢係風險屬於低；二、產品服務交易同埋交付渠道嘅風險因素有變，唔再認為個風險屬於低；三、對於過往識別核實身份而取得嘅資料是否真實同埋充分可存疑；四、金錢服務經營者懷疑有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活動。咁呢個就全部都係啦，可以睇翻指引4.8。第30條，以下哪項為洗錢報告主任嘅職責？一、提供有關如何避免通風報信嘅導引；二、確保職員對負責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意識水平；三、複核內部披露及例外情況報告，並根據一切知識嘅資料，決定是否有需要向財富情報組作出報告；四、備存該等內部複核嘅所有資料。咁呢度啱嘅，1、3、4啦，可以睇翻指引3.10。咁以呢個確保職員對負責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意識水平咧，係合規主任去做嘅。
即係前幾頁咧有講啊，係合規主任去做嘅呢個。第31條，金錢服務經營者嘅交易監測系統同埋程序嘅設計、自動化程度及精密程度，應適當地因應下列那些項目開發：一、產品及服務嘅性質；二、系統及管控措施嘅性質；三、業務所產生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四、業務嘅規模及複雜程度。咁呢度咧指引5.4有講噶啦，呢度全部都啱。第32條，金錢服務經營者喺設計交易監測系統及程序，應顧及以下那些特徵：一、交易性質及類別；二、一連串交易嘅性質；三、交易嘅對口單位；四、付款或收付嘅地點。咁呢度喺指引5.7有講噶啦，就係嗰個指引5.7裏面第 C 嗰個咧交易對手，唔知點解佢會改咗咯。之前嗰份指引咧，佢係寫住交易嘅對口單位嘅。咁如果你哋考試見到呢個字眼咧，都可以當佢係正確噶啦。第33條，機構點樣確保喺匯款機構需確保匯款8000蚊以下時候收取咩資料啦？呢個大家都熟啦。咁除咗呢個匯款人嘅地址唔使咧，其他都係要嘅。第34條，持續監測是有效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不可少嘅部分。金錢服務經營者必須持續嘅盡職審查及監測交易兩個方面，持續監測與客戶嘅業務關係。下列哪項為持續監測嘅正確描述？一、打擊洗錢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該要定期或者遇到有觸發事件，就要複核該客戶嘅現存盡職審查記錄。二、金錢服務經營者應制定清晰嘅政策同埋程序，定期複核啦。三、金錢服務經營者最低每年都要對呢個金錢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高風險嘅人進行一次複核啦。四、金錢服務經營者有需要就要做更加頻密嘅複核啦，以確保呢個盡職審查反映現況啦。呢度係指引5.1至5.3都有講嘅，呢度全部都啱噶啦，你哋自己睇。